后来继续来看高雄一个妈妈伫个面册来指控，讲伊个囡仔伫个仁武区一间幼稚园，互一个男老师拍着伤。讲11月初1迄天的下晡，伊去接囡仔，发现囡仔的面甲手拢有着伤。囡仔讲是一个男老师甲拍的，不过男老师否认，讲是无小心甲囡仔绕着伤。伊直甲调出着监视器，毋但甲囡仔揪落。搁甲囡仔扇喙皮，即阵才加喙变鸭喙，承认而且来道歉。但是妈妈讲，囡仔已经有阴影，一听到老师这两字，就会大声骂号。已经倒退了，他还强拉把他拉进去。做老母的真正足生气，都是因为家己囡仔竟然伫幼稚园轰拍，而且当手的阁是一个查甫老师。我有明确的问我的小孩子，老师是抓你还是打你，还是捏你？他说是打。就是比打的那个动作。代志都发生伫11月初1日早起9点多，监视器画面翕到查甫囡仔叫互老师大力甲揪，而且前后后搁甲揪3摆，因为拢真大力，查甫囡仔落差一摔就跌倒。老母当天下晡去接囡仔时阵，都发现囡仔面甲手拢有受伤。囡仔讲这是老师拍，到当拢已经1礼拜外，面的伤拢还未好。你转过去。做老母的是真唔甘，也过当手的查甫老师说无要承认。他就说我预设他，反而还问我说，那不然你觉得这个伤口，这个伤是怎么来的？代志都发生伫高雄一间国小附设的幼稚园，学校表示第一时间都有通报教育局。这个行为人我们已经将他调整职务。另外学生的部分，我们也持续的关心。教育局接到通报，马上展开调查。如有调查属实，绝宽待。依情节轻重，最高可对学校及行为人裁罚60万元。虽然讲被指控的查甫老师已经调离现职，不过王妈妈讲，囡仔即摆听到老师这两字，就会开始骂号。恐惊这心内的乌影，都要一段时间才会当平复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